向西边，天在中请列位将兄弟，阮一行三路命，为着名声拼一命。啊，请恁紧来看，流浪江湖的伊两个功夫，紧来紧来紧来啦！ 来，看，人多话就多，三色人讲五色话，有人讲爱食菜花，嘛有人爱看花，有人爱看人老，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。来，大家我来参考，若爱看拳头名件无？日本特殊产是火手刀、剑流刀，也若美国片仔剁剁，目睭落落，若要啃两半，伊就摸兴趣才算会好。也若印度乌甲大口是通人知。 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，也那小弟是真不才，巴肚那腰全部数，也巴肚那饱就无半步。来看，太祖拳是拍耳机，也那白虎拳是唱麻糍，狗拳是好卡手，狗拳吃目睭打。看一部吞剑放下，起手落叉，这部卡手就爱摔拍，才袂敢若亲像在眠床顶跳乱马。来看真。 这部叫做洞主拜观音，目睭就爱扫金，才袂倒步看做明经。呀，这部就是落地明火，目睭若要结苦苦，内衫会看做内裤。过来看好，这部叫做关公倒拖刀，动作若无做好，袂正拍会家己先倒。啊，刷落去就是三林满仙头，满若着后代敢会找无？过来就是灵坡洗身躯的价值，不是准备要出去。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，才袂互灵坡歹势。来，我来跳甲好，不是要小步，也不是要跳慢步，就是要来拳头拼流刀。也若要好，就是愈落去愈好看。来，今日有缘来相逢，明日就要搁再换别位。太祖拳唱起劲，白虎拳是唱麻糍。啊，请恁紧来看，流浪江